大家呢條片咧會講點樣可以喺成個網絡咧同你揾到火熱或者係最新嘅一啲嘅內容。因為我哋有陣時好多時去揾啊，或者係 Perplexity 啊、Google，咁佢好散嘅，同埋佢未必會做到分析嘅，同埋啲平台咧未必係夠 solid 嘅。咁呢一個功能咧，佢喺 GitHub 入邊，咁係免費嘅，咁可以同我哋做到咩咧？譬如而家最 hit 嘅話題就係一人公司啦，咁我就叫佢揾，佢就同我揾咗一批出嚟。咁我首先即係可以睇到標題啦，總結咗，跟住包括 YouTube 影片啦，咁啊 GitHub 入邊嘅又有啦。咁啊呢啲係免費嘅寶藏嚟嘅，大家可以睇翻我另外一條片講 GitHub。咁啊唔同嘅平台啦，包括小紅書啦。如果大家想知道小紅書係點樣可以即係揾到嘅，咁記得睇到最後，因為入邊咧有啲秘技會話俾大家知點樣可以做得到，都係免費。咁啊你見到啦，好多唔同嘅，你見到佢有 like 嘅，譬如呢啲有 like 嘅小紅書。嚟緊8月11號我哋會有個講座，由3個部分組成。第一個部分就係點樣用敲門磚去揾客同埋撈翻啲客，點樣激活翻以前所有嘅舊客。第二部分就係一人公司嘅武器庫同埋引擎，會話俾大家知 AI 員工係點樣幫你間公司運作，可以大幅慳錢同埋慳時間。第三樣嘢就係如果你想知道 AI 點樣應用同埋揾錢嘅技能，我哋都會提到。如果大家想知多啲嘅，可以去我哋個 YouTube channel 個 post 入邊就會有詳細資料啦。咁啊呢啲火熱嘅咧，咁啊大家可以即係攞嚟做參考或者係為你所用啦。X 啊咁樣，咁啊一下子就做到噶啦。我哋就去 GitHub，喺描述欄嗰度咧就會有條 link 嘅。咁呢度咧只需要喺呢個揾 Agent Reach 呢個 Panantone， 跟住揾呢個吸咗出嚟就得噶啦。咁我哋咧只需要打呢句説話。將嗰條 link 貼落去，跟住同我安裝呢個 Agent Reach， 同埋話俾我知點樣用。咁啊用5句説話總結可以做到啲咩啦？咁佢就會自己同你安裝噶啦。咁睇一睇啦，呢個係 SuperComputer 啦。咁而家我哋主力用嘅工具。好，咁跟住出咗啦，佢自己會安裝嘅，大概幾分鐘到啦，唔需要理佢。咁你想睇嘅，你咪可以入去睇下佢諗緊啲咩啊咁樣。跟住咧就同你講啦，咁啊連接咗15個互聯網平台 ，YouTube 啊、小紅書啊、IG 啊咁樣。咁跟住咧，佢會有唔同嘅內容啦，佢自己會即係呢啲係比較技術啲嘅。咁啊，如果封咗就換下一條啦咁啊免費開源嘅，即係唔使錢。咁好啦，咁跟住就話啦，你幫我揾所有平台啦，關於一人公司而家 AI 嘅應用，整理俾我睇，要包埋 URL 嘅，即係嗰個連結。咁佢整理好咗啦，就出咗頭先嗰一 part 啦。你見到啲觀看量啊咁樣，你自己可以點落去睇啦。OK， 咁佢呢度就出咗啦。咁跟住咧，我就叫佢啦，同我揾關於而家開始學歷貶值，越嚟越唔睇學歷，高中生越嚟越搶手，企業即係招人嗰啲資料。咁佢又同我揾啦。咁但係呢度咧，我睇到嘅佢係冇小紅書嘅，因為有陣時小紅書咧，佢係需要登入啊咁樣。咁呢啲其實佢都揾咗好多料出嚟㗎啦。睇下你 specific 你係要啲咩嘅地方啦。咁如果真係要小紅書點做呢？咁呢度我都係同佢溝通咗，即係要加埋小紅書啊咁樣。咁想穩陣啲嘅，我哋就用呢一個方法。首先呢，就去登入翻你個小紅書。OK， 呢度登入咗啦。咁跟住呢，去 Google 個 Chrome 嗰度就安裝呢個插件，叫 Cookie Editor。咁你安裝咗就得啦，描述欄都有呢條 link。OK， 跟住呢，喺呢度 Cookie Editor。揀 export， 揀 header string 係咁嘅啫。因為個原理係咩呢？佢要登入咗先睇到啊，好多嘢都。咁但係如果你未登入呢，佢揾唔到嘅。咁我哋就喺呢個我哋個 Chrome 個 browser 嗰度攞個 cookie 啊，即係入邊你登入咗嘅資料啦。跟住你就俾佢貼落去。咁貼咗落去之後呢，咁佢就會話睇到啦。咁佢就話小紅書有料到啦。咁跟住就可以繼續揾啦，出到啦小紅書。佢有幾多個 comment 啊 like 啊，咁呢度提一提大家，睇到嘅係 GitHub 啦，咁基本上呢個係免費寶藏嚟嘅，咁大家唔使驚，跟住我呢個簡單步驟做咧，基本上就已經用到啦喺 SuperComputer 嗰度。如果大家想知多啲嘅，不妨喺留言嗰度話俾我知，係有關於邊一方面嘅。我哋仲需要請文員、請 marketer、請 programmer。2026年 AI 做晒。我哋閒閒地請個文員都要萬零蚊，咁1年就10幾萬嘅咯喎，請多幾個1年幾十萬走唔甩。
用 AI 1蚊人工都唔使俾，已經好多唔同嘅行業重組緊。唔係教大家工具，係教大家點樣搭建一間一人公司入邊嘅系統。點解學咗咁多 AI 都仲係好似冇收入？因為工具行先同埋系統行先嘅分別。我哋教大家建立嘅係一個系統，一個一人公司入邊需要嘅部門。我哋已經有唔同嘅行業、唔同嘅案例已經認證咗。AI 文員半日做嘅嘢幾分鐘搞掂。AI marketer 可以幫你出標題、出圖片、出文案，自己 send 晒唔同嘅 social media， 甚至乎落埋廣告。點樣整到靚圖、靚海報 ？AI programmer 幫你寫 website、寫系統、寫工具。AI sales 可以幫你揾到精準嘅潛在客戶，例如 email 或者係其他。同一個 AI 用法唔同，結果就唔一樣。觀念一變，市場一片。識用 AI 唔夠，係點樣將佢變咗一個工作流程，變咗一個系統，變做唔同嘅 AI 員工去幫你成立一人公司。我哋嘅課程一人公司 2.0 可以將一般所做嘅崗位全部用 AI 同你做晒，你只需要發號施令，AI 就會幫你執行晒所有嘅細節。另外，我哋亦都有唔同嘅工具，例如一個自動化嘅 AI social media 平台，又或者係724自動對答廣東話嘅一個 chatbot。我哋由5式組成。如果大家想知多啲，去我哋獅子星球就可以睇到啦，連結就喺描述欄嗰度。咁如果大家中意我哋呢條片嘅，記得 subscribe 我哋、like 我哋同埋 share 俾多啲朋友。下次見。